至深歸命禮，隨方設教，歷劫道人，為王者師、帝者師、王者師，假名譯號，立天之道、地之道、人之道，隱聖顯梵，總1200支官軍，包萬億重之梵器，化行金鼓，鑄道得梵5000言，主厄陰陽，命雷霆用九五數，大悲大願，大聖大慈，太上老君道德天尊。金母寶誥，至深歸命禮，靈中神州，星馳朗苑，托體根身之鄉，沐浴淫貴之境，玉樓重重，不數巫山12，翠水疊疊，能教徒屬3000，清虛標正實之奇，坤順核乾陽之病，五老羽為舟船，八洞時成意子，飛鸞開化扶女中，駕鶴潭源於淨土，克推先祖，穩師傅兒，大悲大願，至圓至仁，西華清靈金母，宏慈太妙無上元君。太上動元靈寶救苦經。爾時救苦天尊遍滿十方界，常以威神力救拔諸眾生，得離於迷途，眾生不知覺，如盲見日月。我本太無宗，拔領無邊際，輕雲開生門，長煙塞死戶，初發緣緣始，已通長感機，救一切罪，度一切厄，渺渺超仙緣，當當自然清，皆成大道力，以伏諸魔精，空中何灼灼，名曰黎院仙，紫雲福王老，是名三寶君，還將上天氣，以制九天雲。救苦諸妙神，善見救苦時，天上運無分，天氣歸一身，皆成自然人。自然有別體，本在空洞中，空洞即非即，遍體皆虛空。第一毀氣立，第二順氣生，第三成萬法，第四主光明。天上36，地下36，太原無邊際。妙哉大動經，貴命太上尊，能消一切罪。東方玉寶皇上天尊，南方元真萬福天尊，西方太妙至極天尊，北方元上玉神天尊，東北方道仙上聖天尊，東南方好生道命天尊，西南方太靈虛皇天尊，西北方無量太華天尊，上方玉虛明王天尊，下方真王洞神天尊。道言十方諸天尊，其數如沙塵，化形十方界，普濟度天人。毀氣聚功德，同聲救罪雲。罪雲實可哀，我今說妙經，念誦無休息，歸身不暫停。天堂享大福，地獄無苦聲，火翳成清柱，劍樹化為軒。上登諸靈府，下入開光門，超度三界難，敬上原始天。於是飛天神王無央數眾，瞻仰尊顏，而作頌曰：天尊說經教，引接於浮生，勤修學無為，悟真道自成。不迷亦不慌，無我亦無明，朗詠罪福句，萬遍心垢清。爾時飛天神王及諸仙眾說是頌畢，稽首天尊奉辭而退。太上靈寶天尊說讓災度厄經。爾時天尊在禪泥國土，與大道真仙萬萬億千人，諸天尊及諸天龍鬼神進來集會，受無約束。世間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忽有年災月厄，又成赤鼠之厄，天羅地網之厄，命窮算盡之厄，疾病纏綿之厄，落水波濤之厄，虎狼猿蛇之厄，水火盜賊刀兵生產之厄，
山林樹木社稷之厄，土石橋樑之厄，毒藥咒詛之厄，唯願今對玉皇天尊大道真聖，懺悔解讓，度脫身中災厄，一一解散，勿為留難。敕諸天神王並降聖力道力，成此經力恩力，維護弟子。修持念誦此經以後，解陽九八六之災，三衰九橫，八難五苦之厄，所求如願，所理平安，出入行床常蒙吉慶，所為利益，所欲隨心。於是眾等聞說此經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原始天尊說三官寶號經。爾時，原始天尊在大羅天上八境宮內，與諸天神王、日月星宿上乘高尊，無極聖眾，說無上至真妙法。有一真人名曰赤腳大仙，越班而出，頃拳長跪，上白天尊曰：下界人民，或有水火刀兵、疾病生產、鬼魅精邪、天羅地網，一切厄難，何由救免？天尊言：得道神仙，皆從三官寶舉，下方生人但持三官寶號，能除厄難，悉皆消滅。吾今授予下世流傳，人間看誦者得福無量，消一切厄。即說寶號曰：北極懸窮，紫微帝庭，泰山代岳，水國清靈，降為三界，統御萬靈，三元教直，善惡猶分，齋戒禮頌，無怨不成，消災息罪，降福延生，功德無邊，大悲大願，大聖大慈，至尊妙道。上元一品賜福天官紫微大帝，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虛大帝，下元三品解厄水官洞陰大帝，三元主宰360應感天尊。爾時赤腳大仙與諸天神王、真仙大眾聞說寶號，皆大歡喜，作禮稽首而退。大災元真，水火相均，虛無妙道，配合天心，缺一以真，物二以傾，由成而入，由物而成，相非有靈，靈於串成，帝以成格，非以才林，首道諸子，善受汝心，物事高傲，物着頑空，戒暴戒怒，積德積仁，勸孝於親，勸忠於君，勸信於友，勸恤於貧，勸慈於物，勸和於鄰，莫誇己聖，莫滅他人。富亦無根，何須致敬？貧喜常貧，何須怨憎？貧不求諂，富不驕陵，善善惡惡，報應昭明。汝若修善，子孫旺興；汝若作惡，後代凋零。恤孤憐老，戒殺放生，日積月累，必獲收功。三元寶舉，萬聖助成，他年恆滿，不擇飛升。